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 online，我是莲雾咱今日咧要来讲这个主题啦，是跟旅游有关系。因为呢，咱节目放送出去这天呢，英国拄放了这个 Easter，就是 Easter break 的上最后一天啦。好，就是迄个叫什么 Good Monday 还是 Easter Monday，拢会使。连4天连假最后一天啊。好，对，逐当的这个时阵呢，其实就是 Easter 过了，就是特别入去热天啊。对，你有日头的时间嘛，愈来愈长啊，所以就愈来愈侪人会想要出门出去佚佗。咱万城人跟 Sheffield 人呢，通常呢，拢会去一个所在叫做 Peak District。对，翻做华语叫做峰区啊，因为这拢是就是 Peak 就是峰嘛，吼，对，山头的意思啦，吼，山头区。遮呢，咱遮万城人跟 Sheffield 人拢会甲这个 Peak District 当做咱的花园啊。平常就像行灶骹共款啊，出事就去一个。对，所以毋过即个所在其实无啥互人讲着过，因为大家拢通常会跳过万城直接去迄个乌区嘛。对，所以阮想讲去即个来小可来介绍即个所在，因为实在是对即个所在熟甲无法度搁较熟啊。所以就小可来讲即个所在伊的历史文化甲伊的一寡生活啊。阮兜是生囝进前是甲伊接去，就是拄仔结婚迄当时吼，无啥物钱通消遣，像即款爬山就是上俗的消遣所以咱逐礼拜差不多一两礼拜就会对迄落对学校的迄个爬山的社团去遐爬山，无就是会牵一寡有咧爬山的朋友，约的就去爬山。嘛有捌去遐露营过。我伫室外的八石头的迄个初体验嘛是伫遐。真的？对，嘛有去遐过遐的迄个秘鲁节吼，就是去过遐做过这个奇奇怪怪的代志。佫有一当因为阮进前住伫迄个市中心嘛，市中心其实足吵，尤其是迄个较倚近学生的迄区，因逐工拢不时拢会 party 足吵迄当阵我互阮的迄个厝边吵甲真正是神经要断去啊。所以迄当阵我拢足惊迄落就是跨年，就是迄12月31号吼，我拢会足紧张的，想讲敢会规暗无法度困。所以呢，我就开始逐当的12月31号，我都想讲想办法去一个无人的所在。迄个时阵就发现讲 PTC 是一个足好的选择，因为你凊彩嘛拢无人嘛，加就是边仔样仔伫遐真的，PTC 真正是小无人诶。对，所以呢，我就牵朋友，牵阮翁，就咱拄仔一台车4个人，去找一个迄落。因为冬天嘛，你无可能去露营，咱找一个迄个 static caravan， 就是有即款固定式的露营车。对，伊就有2间房间，阮就租迄，伊佫有灶骹，有迄落客厅安尼，就去遐跨年安尼。拄仔12，即差不多特别12点，要开始算迄个算迄个秒数进前，就赶紧开门出去，伫遐撒风看远市区伫遐放烟火，佫不哩好看。很嘞。放了呢，就赶紧就开一个门入去伫内底吹小气爽。对，这是 Peak District 的使用方式对即马有囡仔嘛，毋过因为开始行路了，就开始爱训练伊爬山，所以天气好的时阵嘛，带落去行即马因为今年开始，阮翁因为咧减肥，所以伊差不多1个月会为咱兜骑车下过即个 Peak District 去 Sheffield 一届，一抓差不多4点钟，才佫坐火车转来。伊真是骨力呢。对啊，笑诶。我较都市爽啊！我想要到我有一天会当安尼讲。我真正是搬到我这是大的所在，我才知影 Peak District。
啊，因为我住的所在算是伫迄 Peak District 的外围，所以阮遮嘛其实有足侪所在当去行的。啊嘛是因为搬来遮，我才知影有足侪对身体健康更好势的所在安尼。对。嘿，啊，因为阮遮就伫外围嘛，所以甲足侪迄景点啊，拢足近诶。啊，有当时放假毋知要去倒，阮就会去 Technos 还是 Winancy， 像我即款无爱行路，拢感觉无负担嘛袂流足侪汗出喘。啊，你若带幼囡仔诶，我感觉遮诶所在嘛，拢足适合囡仔行。嘿，啊，而且行了，伊迄外口佫一个咖啡厅，你会当坐落小休困者安尼。对啊，对，我感觉因为恁到遐真正就是山骹。我感觉伊就是一个有小可像万城共款的所在。你讲要有啥物足大的景也无，啊有啥物特别的物件，互人特别坐火轮机来遮看，介绍嘛无。啊，毋过若准讲你住伫附近，其实你是会当好好享受伊的资源。对，我感觉伊是互我对万城诚加分的一个原因之一。伊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无毋对。啊，像你拄则讲的，因为伊山有悬的，嘛有无悬的，啊，伊路线足侪，因为足侪人几百年来都足侪人咧行，所以足侪人研究出足侪无共款的行法含路线。所以你要讲要行迄30分钟的嘛有，啊，你要行迄5点钟的有，所以看载人选的，嘿啊，嘿，对啊。我感觉这嘛是有啥物我介意，我真是住的所在介意万城，就是伊就是像台人安尼啊，就是互我无压力，你甲知会当互我有喘气的所在当去安尼。对。啊，毋过虽然是讲安尼讲甲伊就敢足笑的，我有一届呢，其实有一个影片当中有看到。即个世界上危险的10条路，其中一条呢，就是伫遮，就是迄就是即个正过即个 Peak District 一条路叫 A57， 伊的名叫做 Snake Pass， 表示伊就是像迄蛇共款，爱弯弯翘翘。嘿，啊，重点是因为伊会经过迄个较悬的山，所以伊冬天的时阵就接落雪，啊，无就是结冰，所以冬天定定就咧甲伊定定就封起来。啊，毋过嘛，因为安尼，所以伊嘛互人叫做是英国上水的公路之一。即条是通按对通较对啊？你个知？介像是 Glossop 到 Sheffield 吧，惠顶的头拢是Manchester 后壁拢是 Sheffield。逐条毋同安尼。对啊，而且 Peak District 其实是英国第头一个国家公园，伊是咧1951年设立的。我一开始听到国家公园，我就想讲，因为我就想到迄咱台湾，比如讲玉山啦、雪山、合欢山、雪山，迄我想讲，哇，是毋足悬的，行足歹爬。啊，毋过其实伊的关度上悬，行了600尺公尺尔。这600出头，对，600出头尔。嘿，所以咱高雄的茶山是370，其实就无差足济。无咧。嘿，对。毋过我大概若开 on Boston 迄条，拢感觉路足啊，因为一寡爬行去，啊，拢会拄着迄大卡车嘛。就是看行，你个知？对啊，伊其实迄咧要练赛车，会当为遐赛去。我之前拄仔咧考驾照咧练赛车的时阵，都有看阮翁做伙赛去。真正脚车片拢流汗。真的对啊。你打开始练开遐嘛，算是真勇敢的。对啊，因为伊伫小闪车。对，系啊。而且我边仔迄个去袂晓赛车，你敢知？所以就是我一个人打落来呢。你总打嘞？哇，可以嘛流2杯哦。对啊，一个袂晓赛车的人是安那要叫人去赛迄条路去练车，我想什么代志？对啊，啊，讲到即个
国家公园，因为大家想到国家公园，就想到这一定是国家的，对不对？啊，毋过还有一个互你料想袂到，就是这个国家公园有80%的土地是私人的。哇，80%对，80%的土地是私人的。啊，其他就是啥物 National Trust 啊，含水公司啊，对，就是毋是真正公家的呢。Peak District 足大呢。对啊，其实英国足侪国家公园拢是迄土地拢私人的啊，大部分啊，毋是，可能是私人的，对，就是私人的，可能是贵族，啊无就是因的后代啦，啊无就是有关系，因为迄当阵应该讲英国足侪大地主拢是含贵族有小可关系啊，嘿，啊，所以即个国家公园内底真侪土地是私人，因敢若是开放即个路权去互人爬山尔。好啊，讲到即个爬山人做伙争取即个路权的即个过路权的即个历史呢，即个等下再讲，即个是真趣味一段历史，嘿。啊，先来讲即个Peak District的小历史吼，爱为自头迄个就自迄个盘古开天开始讲起吼，这是开天辟地，对，开天辟地对。遮伫迄个古石器时代，就是西元前8000年进前，都有人的脚迹，因伫即个丰富的即个迄个崩坑内底，有发现到迄个用石头做的工具。所以因咧摇讲，迄个可能西元前10000当进前就有人伫遮。啊了中石器时代的农民呢，嘛有留落来一寡遗迹啦。啊到爱较侪人住的时阵呢，就爱到即个青铜时代啊。迄当阵就介侪人住伫遮，啊，所以就开始出现一寡技术啊，因有留一寡蒙仔布啊，啊无就是迄个石坑啊，石坑就是恁人去看迄个 Stonehenge 咧看迄个石头的顶啊，啊，毋知啥物意思，啊，毋过就是足济，就开始有虾啊啦，啊嘛有一寡迄个就是铁仔的加工的技术安尼，啊了迄个铁器时代呢。就是铁器时代啊，留落来即个物件，有一个物件叫做 Hill Fort，我感觉翻做台语可能是像诶，毋知像诶啥山头啊，像是山头，嘿，啊毋过伊是一个，嘿，啊毋过伊其实是一个人做诶留落来诶一个物件，嘿，对，我其实无啥知影迄到底是啥物意思，啊毋过因就叫伊 Hill Fort，嘿，啊，迄就是2000当前留落来诶，迄当阵诶人留落来诶即个山头诶形体，嘿，啊，迄当阵因就有留迄落来含一寡定期诶所在，啊，我爬即个 Mentor 是即个 Peak District 一个真有名诶山头，我爬即个 Mentor 遮济届，我看即个资料才知影讲迄是2000当前诶人留落来诶。哇！我嘛是去爬足济届呢，因为遐迄其实嘛足适合带囡仔去爬。对啊，因为遐看起来就天然诶啊。对，你真正看会足天然诶。你会想讲，这风扫过吧？对，天然诶上好。对啊，对啊。刷来是罗马时代呢，罗马人都有来到遮，啊，因来遮呢，看到迄个有一寡石灰石内底有迄个盐矿，因就足兴趣诶。所以为即个西元400当开始呢，开采即个盐矿呢，变做即个丰富诶一个重要诶产业。啊，罗马人诶有住伫遮诶证明会当看，比如讲迄个 Boston，就是罗马时代一个镇。迄当阵呢，就来遮啊，发现讲啊，遐有温泉，啊，就有伫遐起浴场，啊，一直到足后来，就是可能19世纪哦，甚至
甚至可能20世纪，迄贵族拢个会去遐泡洗温泉，想要治病，嘿，所以遐其实都就像一个little bath， 就是北部的 bath， 因为南部毋是有一个城市叫 bath 嘛，对不对？因遐都是有迄个罗马浴场，其实咱 Boston 遮嘛有，对，而且 Boston 有一个最重要，伊就是伊迄个矿泉水。办城足侪矿泉水是为 Boston 来的。哦，规个英国拢有得卖啊。对。毋过对啊，毋过办城的水因为是迄个僻地水来，所以咱的水是自来水是介甜介好食。对，咱的水就是甘甘嘛。办城的米甘甘。真正恁开无共款呢。对。这是甘，跟想讲一个，真正是甘甘。收出来呢，伫中世纪的时阵呢 ，Norman 来就是为法国来的 Norman， 因就带来足侪移民呢，所以遮个庄仔头就愈来愈大。因阁有修建一个城堡，叫做无啥要念 Peveril Castle。你即马呢有一个镇叫做 Castleton， 你若去迄个 Castleton， 可以当看到即个城堡，伊阁存伊的壁阁有伫诶。迄个 Castleton， 迄就是 Norman 去诶嘛？迄个城堡，嘿。16世纪开始呢，即个因为咱拄则讲，伊遮有足侪矿诶嘛。16世纪开始，这矿业就开始变得足重要诶。伫18、19世纪呢，是即个矿业上发达诶时阵。迄当阵呢，毋若是盐，就是咱写迄个盐笔诶盐，毋若是盐了，阁有火炭、烟石、铜、锌、铁、锰、含银。足侪无共款的物件，阁有即马呢，其实你去有几个迄个庄仔内底，因阁有保存迄个矿区，你会当买票入去看，有人导览安尼。后来到18世纪左右呢，开始有一寡即个文人墨客，就是一寡盖高尚的写册的人啊。地位是安尼讲。对，因就来遮有讲足水，堪讲堪瑞士共款高贵。了呢，煞来19世纪呢，铁路入来啊，即个旅游业堪即个观光客嘛入来啊。迄当阵呢，因为即个Manchester咱曼城是迄个 Cotton Town， 就是咱拢咧做迄个棉嘛，对不对？做迄个纺织。Sheffield 呢是迄个Steel Town， 就是因拢咧做白铁啊。所以两个城市 Manchester 和 Sheffield 拢是足侪工人的城市，因就开始来到遮来休困休喘安尼，享受一下即个庄脚的空气安尼，因为因当时即两个城市因为拢工地嘛，所以空气拢嘿什么 PM 2.5 拢就严重。咱遮就是台中的国关的，安尼迄当阵市长应该爱去僻地水底用迄个杆仔底空气，入去送迄个市民。除了这以外呢，迄当阵就是18世纪左右，因为即区呢为中世纪开始就有饲羊啊，所以因为14世纪开始就有咧交易即个羊碰色啊。对。所以18世纪的时阵呢，拄好有人发明一个新的是用水咧碰的机械，会当来加工即个碰色，也是讲即个棉。拄好呢。即个僻地水，你有碰色也有水，所以就是有溪水嘛，就会当用水来碰，所以因就开始呢有一寡细间的工厂伫遮做即个纺织。嘿，了呢愈来愈侪即个游客入来，即段就趣味。你会大概记得咱头前有讲过，就是遮的土地大部分拢是私人的地主的嘛。对。
20年代的时阵，大家开始就是要爬山，就会行入去私人的土地内底。毋过遮地主就无欢喜啊，伊就开始咧围即个篱笆，佫会共赶。社会大众就愈无欢喜啊呢。尤其是伫迄个 Kinderskoll 遐，因为遐有一条呢2000吨遐老的即个高道。因为啥那无欢喜？因为遐个大地主，伊一冬可能来遮2礼拜尔，伊其实大部分时间拢无伫遮。毋过伊就遮围起无爱互人行。伊就开始会开始讲哦，即个老年的人吼，害伊的鸟仔安怎样。就是遮险遐险，就是有用足侪方法，无爱互人行入伊的土地内底。所以1932年的时阵呢，就发生一个大代志，叫做 Kinder Mass Trespass。就是讲有一群人，因就无欢喜讲，遮有钱的大地主，甲遮水的即个自然的景呢，甲扫起来家己看，而且是一冬佫有惊来看2礼拜哦。毋好家己社会大众来享受即个庄脚的即个自然的美景，而且呢，因已经有试过各种合法的方式，拢无法度去争取互即个地主来开放。因为迄当时吼，迄个年代20年代、30年代的时阵，啥物物件上流行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因迄当阵是毋是感觉讲私人的财产诚无好，所以呢，伊就甲即个所以迄当阵就是由即个共产党来带头，含一寡其他的即个社会运动团体，比如讲迄个犹太的 anti-fascist 的团体，开始来计划即个行动。即个行动呢，就是安怎呢？就是因逐个约好一天，一群人分3批，为3个无共的方向，往一个山头去汇合。去雕工去立过遮地主的地。后来呢，就有一寡因遮的人互警察抓去啊。本来呢，即个社会大众感觉讲，哎呀，恁安尼去雕工去共创有无？伤过激斗啊！毋过因为就是有人互即个警察抓去啊，逐个雄雄的开始同情遮抗议的人啊。即个地主呢，伊颠倒是失去声势。有一个诚趣味的伫 Wikipedia 面讲写讲吼，因当时逐个有咧讲即个行动偌济人参加的，亲像咱即马在做事，毋是拢会讲，然后咱现场已经超过3万人啊！因当时嘛咧讨论讲，即个行动到底是有偌济人参加？即个保守派的即个报纸 Times 呢，讲有100个。即个带头即个抗争的人讲。无，我感觉是600至800。有另外一个参加，伊是一个唱歌，伊讲，我记得是3000个哦，太差伤。最后是这个左派的报纸 Guardians 呢，伊来出来估，伊估差不多400人。因需要一个啥？因需要一个四叉猫，遐算伊啊！毋是，伊是咧行路无伊啊。所以四叉猫嘛较歹估。对，因为无伊啊。对。不过后来即个抗争呢，互人认为讲可能就是因为有即场的抗争，才有后壁即个国家公园法的立法。所以嘛是有造成一寡影响。咱才会当去内底甲惊打。对。讲到即个僻地水呢，有啥物重要的人伫遮大过呢？这我知。我感觉遮是嘛算是，人讲迄什么啊？风水真好，风水宝地。伊遮呢有出过一个演员，叫伊是什么啊？已经有 title 是 Sir John Hurt，伊是有演过迄个 Harry Potter 加 Alien 的演员。佮一个是歌手，是 One Direction Harry Styles。毋过伊毋知有算无？伊住伫 Hornchapel， 算是 53。
应该嘛算是伫外围啊。嗯，嘿嘿嘿。啊，有一个叫 Paddy Considine， 伊是演迄个 Peaky Blinder， 偷小妹。你有看？我有翁有看。哦，是哦。甲迄什么啊 ，House of Dragon 的演员 ，House of Dragon 就是冰甲火几个的前传，House of Dragon，伊是内底演迄王啊，主要演员嘿。我咧找这时阵，就是伊讲着一个迄些方法特，就是迄 Tom Cruise 真正伫演无可能的任务，伊爸拍死无。这电影时阵是住伫迄个住伫 Peak District， 煞袂记字，叫 Stone Middleton 还是啥物的？我袂记，恁大当找我感觉这个方法特讲，啊，还有一个就是 Harry Styles 伫2012年时阵有带迄个 Taylor Swift 伫来遮佚佗安尼。所以毋是敢若我会带迄个朋友来遮佚佗，带外地的朋友来遮佚佗。对。啊，毋过 Tom Cruise 是安那要来遮啊？伊就是伫遮拍一寡伊迄当阵因爸拍死某的一寡电影伊迄讲啥物啊？特技的场面。哦，是哦，哦，是哦，哦。对，伊其实足侪人来遮来伫遮拍戏的。对。比如讲迄个 Jane Austen 有一本小说叫做《Pride and Prejudice》，伊有一寡重要的场景就是伫遮拍的。对，叫啥？伊写故事册的时阵，伊有来遮算过，所以伊有一寡场景是参考遮的一寡所在。啊，除了这以外呢，后来人翻拍即个 Pride and Prejudice 的电影片的时阵，嘛有来遮的 Lime Park 用遐个建筑来拍迄当阵的场景。哦，对。对。啊，所以其实 P.D. 虽然嘛有出现伫一寡文学作品内底，比如讲咱北部真出名的一个女性作家叫做 Charlotte Bronte， 伊是住伫迄个Yorkshire遐，伊无算是住伫 P.D. 虽啊，毋过伊有来遮算过3礼拜，啊，伊住伫迄个 Hattersage 遐，住伫因朋友因兜，住3礼拜，啊，所以伊就会去遐的一间老厝叫做 North East Hall， 啊，所以伊在写故事的时阵呢，伊就有甲即个场景甲写入去，安尼。所以人有讲伊内底写的一间厝啊，可能就是为即间 North East Hall 来发想的。啊，另外一个是迄个迄个写迄个彼得兔的 Peter Rabbit 迄个作者，伊嘛是咱北部的一个真出名的女性作家。伊嘛是有来遮算过。这是一寡其实迄个 Charlotte Bronte 是含咱万社的迄个关系真亲嘛，因为伊嘛定咱万社有一个女性作家叫做 Elizabeth Gaskell， 对。啊，伊含即个 Charlotte 嘛是介熟，因是定会去因兜坐安尼。啊，煞来就是有一个无算是历史的人物，啊，毋过伊有出现伫一寡历史的册内底。其实毋是安尼讲，大概拢有听过 Robin Hood 吧，就是咱英国的廖天丁啊。英国廖天丁伊边仔有一个人叫做 Little John 啊，人就是咧传说讲即个 Little John 呢，就是伫 Hattersage 即个小镇内底出世大汉，啊，而且最后伊蒙阿波是待伫遮安尼。啊，而且呢，伫即个 Hattersage 的所在呢，有一个即个 Robin Hood's Cave， 大概遮会当去遐爬山，会当见过。真水的迄个所在。对。啊，所以
在地人安那耍僻伫水呢？我感觉其实咱像咱住伫万社，讲住伫Sheffield，通常拢是去一工啊。啊，毋过你若是外地来，我感觉你要伫遮看要住2工，还是要住7工，其实拢会使，因为遮会当做的活动真济。看你要骑脚踏车，因为遮会当遮可有当租车哦，吼，脚踏车。看你要坐骑脚踏车，还是可以做迄个水上的活动。因为因遮有迄个水坝嘛，水库。因遮温和，因遮温和。对温和，对，嘿嘿，还是要爬山拢会使。旧年9月份，因搁推设出一个顺即个火车站咧行的路线，就是你为一个火车站出发，看你要行山路，还是沿即个温和行，搁行到另外一个火车站安尼。嘿，因为是安怎？因为今年其实是即个 PD3 呢变做国家公园的第75档的周年。嘿，对。伊遮有一寡就是 Peak District， 因为足大嘛，所以有足侪所在拢会配合囡仔放假的时阵，有无共款的活动。因为 Peak District 内底有足侪迄个 National Trust 的庄园嘛，咱之前有一集嘛有提到，受英国足有名、足大的天文台 Jarrow Bank， 因East 有办，嘛是办真侪活动。因暑假的时阵，会专门办音乐甲露营的活动。你就会当嘿，优秀的嘛有观察天边的星星啊！因为反正有这一寡足侪无共款的活动，和爸母带囡仔去佚佗安尼啊。对，伫遮住其实选择真济啦。你若要像阮安尼，就是住伫万城市中心嘛袂歹，爬山爬转来去 Chinatown 食一寡台湾人爱食的物件。无就是住伫因中，我记上中可能是 Hope Valley 吧。安尼你就去东南西北拢就方便的。嘿，对。我上介意的行程是安那，就是下早呢，先去行的呢，了可能行刷开差不多3-4点。去食一顿迄个 Sunday roast， 迄顿你会感觉有够好食的，因为就枵的。对。做这时间会感觉英国物件好食，搁迄顿可以食做欢喜的。对。你有感觉有啥物？你是感觉一定爱去，还是讲你去过印象较深的经验？我印象上深的有一个所在叫 Three Share Head， 伊就是伫三个就是 Cheshire、Derbyshire 甲 Staffordshire， 就是即3个所在交接的一个景点。有一个路线是差不多，我袂记是几迈啊。毋过就是即个路线大人行可能是差不多2点钟。阮迄当阵阮的囡仔足细汉，阮第2个小孩2岁吧，反正可能一个2岁，一个4岁啊，阮就带伊去行。结果阮行超过4点钟。真勇敢。对。毋过我会介意迄个所在是，伊遐就是因为是交接点嘛，所以伊遐拄好是有，我是毋是有2条河，还是3条河的交接？伊遐有倒足水的景，有 waterfall 瀑布，要安讲啊？水冲。有水冲。你会当，阮就是行到一半的时阵，因为伊迄个所在拄好是规个行程的一半伫中，所以你行到遐顺利，会当伫遐看要休困、野餐啊，还是啥物的，搁会当耍水。热天的时阵，我感觉足好。另外一个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迄个 Jane Austen， 伊迄册内底迄达西先生的庄园叫 Chatsworth House。即个所在呢，我做推测大概是8月底时阵，因为8月底伊其实是1个月活动，毋过伊8月底迄3天有一个收煞，有办一寡展览，就是有人会办迄古董车展览啊，还是有一寡退休的兵，因会甲因进前战争时阵收来物件做一寡展览。
搁有因为英国这人有伫骑马嘛，嘿，因就是有甲马啊做一寡表演安尼。哦，是哦，你有咧做啥哦？对，反正伊就是甲规个，伊迄是外口，Transport House 是足大嘛，伊规个外口就是迄展览，你爱门票差不多32磅，毋过毋若遮个展览你会当看，你阁会当入去参观迄间厝，就是用做伙。哦，囡仔学是免钱。哦，你嘛，因为伊迄是3工的活动嘛，所以有人嘛伫遐录影。系啊，这算正是这算是阮8月一个，逐当拢会去的一个行程安尼。我家己呢，通常我若朋友来，我一定是带去卡索屯。因为卡索屯，毋过卡索屯是一个火车无法度到的所在，一定要开车。对，毋过卡索屯伊就特别的，就是你有小可像迄山谷，就是两边拢是青色的，像青色的山，就是你为你边安尼去。所以你感觉你行伫一个山谷内底，A 山谷，毋过就水的。有条路线会当带你去，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罗门时代留落来的城堡。你无法度入去城堡看，毋过你会当看到伊伫山壁面顶安尼。而且即条路线就是也袂讲足困难的，囡仔嘛会当行。对。另外一个若带囡仔，我会带因去 Boston。因为 Boston 其实算是一个较大的镇啊，所以就济伊也有迄个内底有公园，也有迄个就是 play park。对。过来伊有一个小小的山轮，伫山轮上面顶的山头上面顶有一个，毋知是迄个叫做 Solomon's Temple， 伊叫庙啦，毋过伊其实就是一个塔，会当爬去你楼爬一站去你楼顶，会当看风景安尼。伊迄种我想无去过。爬去才十几分钟尔。所以迄足紧的。落来因为伊迄个庄仔较大嘛，所以伊餐厅啊，啥物 pub 的选择嘛就介济。上重要的是 Boston 伊有家己的迄个一间迄个手工秘鲁叫做 Boston 我就知你会讲 Boston Brewery 所以食饭食了会当去遐啉一杯。对。我有去过一个较特别的经验嘛，有一个物件我毋知影即摆佫有咧走无，伊叫做 folk train， 就是伊会甲你讲对一个月对一工会对一个火车站会对一班车出发，迄班车就是 folk train， 你要买车票入去，迄班车伊会载你去一个固定的所在，比如讲有当时是去迄个 Glossop，伊是安怎叫 folk train 呢？迄个 folk 就是咱咧讲迄个民俗嘛。对。所以伊是迄台车就是载出去，伫车顶咧就有一个民俗乐团伫遐唱歌，演奏唱歌，了就规台车载你去一个所在，去了呢，大家就做伙行路去一个 pub。因就继续伫咧 pub 唱歌，你伫遐继续啉酒，煞来呢，佫所有的人做伙坐共一班火车，佫转来到万城安尼。伫车迄个转来的车顶，因佫伫遐唱歌，就真趣味。你头拄仔讲着迄 Castleton， 伊后壁佫有一个山坑，就是我毋知你有惊对。伊听讲迄以早迄什么啊？最有名一个电影伫遐翕过对沙沃吗？对，是哦，有伫遐翕过，有伫遐出境。因为伊迄崩坑足特别的嘛。我已经袂记住，其实我有付钱入去过。因为带这个外地来的外埔头来的人客，拢爱带因去即款的所在。我迄当阵佫无算住伫遮附近，我迄当阵第一届去的时阵，我迄当阵佫住伫万城。我感觉是诚特别啦。伊遐要入，就是要入去 Castleton，
迄段路嘛有一个，你会当去山洞内底看伊迄人讲什么钟乳石即款物件。哦，钟乳石。对，你爱伊迄坐入去是细只的船哦，你爱坐船你必看。哦，是哦。安尼这我无去过。你若有迄什么密集，毋是密集恐惧症啊？你若有迄什么 phobia， 就是claustrophobic， 幽闭恐惧症。对，幽闭恐惧，对。我感觉你千万莫去，我感觉我去过一届了，我感觉我家己有幽闭恐惧症。心内压力足大，做惊卡伫遐袂当出来，你个知？对啊。其实拢做安全的啊。对。因为迄当阵就是算是观光客，什么拢去甲济啊，系啊。好，安尼呢，即届介绍就差不多到安尼。咱大家若是有想要，咱来替你推荐一寡 PT3 的景点啊，是讲爬山的路线啊。对吼，会当甲大家讲，其实英国的即个山顶的资源真济啦。对。大家会当去买迄个爬山的地图，啊无就是你就是直接伫 Google search 找PT3 walking routes。对啊。了，伊就会有足济选择，互你选，看你要啥物。要偌困难啊，是吧？偌简单的，要爬悬偌济公尺的，讲要行几点钟的，全部拢有通选。你就照迄个人建议，伊就会甲你讲，爱为倒位开始起行，为倒位爱活啥物货，其实拢写较清清楚楚。你爱读迄地图，伊就会当家己行了啊。大家爱记爱准备迄个，就是爬山专门的鞋啊，含迄个。一寡风就是迄个雨伞，爱炸水爱炸有够，因为英国的天气实在是毋是讲算笑的，变化足济。对，阮人上爱甲我讲的，就是真正有一寡迄个少年人啊，因就是热天的时阵哦，足热的哦，去湖区爬山，因就是因为足热的嘛，所以因全部拢穿迄顶的起哩，结果呢，全部做伙伫迄个山顶寒死，真正死去呢。热天呢，因为有当时无日头时阵，真正是真寒。对，而且因迄个山顶，大家莫想讲台湾的山毋是拢足济迄个树啊，因遮的山头是无树啊呢，所以迄风扫来是真正直接拍伫你的身躯顶。这风真正是，我有一届，我行去什么啊 ？Shoaling Slope， 迄当阵是10月还是几月？我来行，我想要行去迄山头嘛。结果实在是雨风盛节，真正是行一半，我就讲我要回来啊！有够寒啊！虽然伊无落雨，毋过就是晒甲你真正冻袂牢。因为迄个山顶的风真正是足透，对。好，安尼所以大家呢注意安全啦。若有啥物问题呢，拢欢迎来问即个里长啊。虽然小可久无认真咧爬山，毋过有一寡10当前的记忆会当甲大家提供。好，安尼就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游乐轻狂过一滴青菜，水国青，来对落水溪。